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。今天是2025年3月15号，咱们继续聊一聊恒大清盘，聊一聊中国的房地产。2025年已经过去2个半月了，房地产行业从开年到现在情况似乎没有变好。我们说从房企的角度，柜员多只公司债券停牌，要与投资者协商新的兑付方案。最好的方案是3折回购，最坏的方案是1折回购。截止3月10号，11家1000亿房企中已经有7家发布了业绩预告，结果净利润同比全线下降。比如万科 A 亏损450亿，这个还是很厉害，预亏同比下跌470%。保利发展、绿城这些是绩优质房企，表面上看经营还不错，还在赚钱，但是净利同比跌幅都在30%到80%之间，也就是利润大幅度的下降。从民企到地方国企到央企，房地产今年这一波下行潮流正在全方位进行覆盖关于上市房企，这些都是公开信息，大家自己可以去看。这无论是保利这样的一哥，还是龙湖这样的民营企业，利润都在下降。还有绿城 M2 的增速都已经超过7%了，结果2月份呢 CPI 还在0左右，也就是通常咱们说的通缩，咱们这个政府的目标是好像是要2.几，这是 CPI。我们跟着经济学家说法，这通胀在3%以内，2.几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，对吧？我们希望把它搞到2.几。但是你看看这个 M2 可以说是大放水，问题是你的 CPI 没有动静。记得很多房吹他说房价涨的逻辑不是说你收入涨了房价就涨，而是说资产价格要涨，因为要放水，一放水你的存款就要贬值，钱就不值钱，资产涨价。相对应的资产没多，但是钱多了，那你资产就相当于涨价了。至少到现在这开年已经2个半月过去了，没看见什么资产的涨价，也没看见什么通胀，也没看见什么人民币的贬值。所以对于韭菜来说其实不用担心什么一放水你的钱不值钱了。韭菜最好是你把你的钱要保住，你得有钱，你手上有钱，把钱要保住，你再考虑什么是不是这个不值钱了。你连钱都没有，或者钱投资买股票理财飞了。所以韭菜当务之急是把钱给看住，你不用管它什么放水不放水，跟你关系都不大，这不影响你那3瓜2枣的。如果放水的，一定是离水近的人占便宜，各路诸侯各种婆罗门，他们要赚得盆满钵满，他们盛不下的漏一点给你。就有人就说了，那你 M2 增速这么大，钱在哪儿？还感觉老百姓手上也没钱，钱在银行里空转。我们提倡消费贷，天天都接到这样的贷款电话，没人去贷款，没人去买房子，买房子也是贷款的。昨天我跟一个朋友去吃饭，他是做油品生意的，给各种工地基建提供柴油汽油。他跟我说的他是国企，他往年像这个时候一个月能卖比如1000吨油，那今年他明显的感受这只能卖500吨，就少了一半。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各种基建各种工地都停火，相当于开工不足，没有去年本来也不高，相当于比去年还要降，这就是目前的一个形势。我想大家恐怕也深有体会。今天是315，所以说央视开始关心房地产了，房地产的维权。315的消费维权数据统计中，每年房产类的投诉居高不下。根据中国房地产报在线发起的315调查问卷显示，房屋质量问题、延期交付、虚假宣传等位列投诉前5名，其中墙体开裂、漏水、装修材料不合格等位居投诉前3名。另外，超过60%的购房者对开发商保交房措施表示不满，近半数的人认为监管缺失是导致质量问题的关键原因。这是中国房地产报报道的，他列举了很多消费者关于房屋维权的烦恼，这咱就不说了。总之都是各种装修货不对版、漏水、延期交付、虚假宣传，总之而且解决不了。九派新闻他报道说，样板房装修付款55万，仅收到几车砖头，业主回应交装修款后不装修不发货，受害家庭80多户。说315前夕，九派财经记者接到多位消费者举报称，大行家集团旗下的上维赛、佩新家等多家装修公司以半价样板房、低价豪装为诱饵，通过社交平台发布广告引流，涉嫌利用合同漏洞骗取装修款。北京一业主王琴告诉九派财经，据他统计，受害家庭有80多户，有一位内蒙古业主
最多付了55万元，1年半以来只收到几车沙子、砖头、几捆木板、钢筋，每个人都在付完全款后几乎没有装修就被拉黑失联，他们牟利近2000万元，这不就诈骗了吗？九派财经获取的一份受损人统计表显示来自云南、山东、山西、北京等地的50多名业主，分别在交付了2万到55万装修款后，遭遇不装修、不发货的问题。而大行家旗下的沛新家公司在向老客户声称经营不善，公司倒闭的同时，又转移到衢州等地继续举办家装节，建设样板房、展厅，并以同样低价话术吸引业主付款。3月14号，中国室内装饰协会一官方工作人员告诉九派财经记者，上述大行家尚维赛、沛新家相关公司及其举办的相关家装节等活动，均与我们协会无关。全国各地有很多此类活动打着本协会名称进行盈利，很难去约束，请消费者警惕半价、低价样板房装修陷阱。你说这个多缺德吧，多损！它是半价、低价，吸引你交钱，交完钱就玩消失、玩失踪，不给你装修。对韭菜来说，这个坑可不少。买个房装修，你前面交房延期，甚至有可能烂尾，你又斗智斗勇，怎么去维权？房子拿到手，装修又是个坑。这是买房。那租房，央视记者报道，我看这个说记者暗访58安居客低价房乱象，中介用虚假房源引流，为何屡禁不止？说此前大学生小刘到南京实习，准备租房，在58同城看到一套性价比不错的房源，于是联系了中介，对方称登记即可看房。可当他从外地赶到中介公司时，被要求先支付350元的看房信息费，小刘果断拒绝并离开。记者通过暗访发现，租房平台上看似物美价廉的房源，背后隐藏着不少套路。想租房先收看房费，交完费后房子还是看不了，要么没钥匙，要么就租出去了。带记者看房的工作人员坦言，安居客和58同城 APP 上很多房源标注的价格和图片都不真实，目的是为了拓客引流，先把线上客户吸引到线下，再找借口说网上的展示的房源看不了，转而推荐同地段正常价位的房源。但这些虚假房源为何能通过平台审核呢？一位销售人员透露，南京有不少房产中介，其中有300家是以赚看房信息费为目的的流量公司，他们主要针对外地来宁工作或大学刚毕业的租房小白，这些人不熟悉租赁市场行情，容易误以为交信息费看房是正常流程。此前安居客租房平台乱象被曝光后，南京市房地产市场交易中心很快介入，表示将对中介机构、中介从业人员以及房源发布平台依法依规处理。但大半年过去了，记者也没有收到相关部门对安居客平台处理结果，乱象情况也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。还有个记者暗访的视频非常长，咱就不说了。其实这种现象不光是房地产，不光是租房，各行各业都有。大家会奇怪，为什么这种乱象你就屡禁不止，就管不了、禁止不了？为什么禁止不了？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它是半真半假，就你没有办法规范，那只能要求消费者提高警惕，只能希望通过什么引导教育，让这些经营者，让各个行业要自律。这个实际上就是低价引流，不光是租房市场，其他都一样，都是这么干。我为什么说你不好管？它是半真半假。你要说它低价不对，万一它真有一套房就这么低的价格怎么办？现在房租降的也快，但是你要说真奔着这个低价房去的，他说他没了，已经租掉了，剩下的都是市场价。我跟大家说个事，20多年前我做机票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互联网去广告，那时候都是靠媒体。那报纸上打广告它不能实时更新，你今天去打广告，它后天它才能登出来。那我们就要登机票的价格，北京飞上海原价是980或者1080，大概这样的钱，我们卖420，北京飞上海。为什么这么便宜？因为那个时候允许包机，有大的旅行社或者是大的机票代理点，他们就把北京飞上海的某一个航空公司航班买断。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民航的效益不好，它飞机坐不满，不像现在，他买断之后，他那座位就不能空，他卖掉一张他就赚点钱。比如说他这一趟那个时候30万，他包机，那
他只要卖35万，他就赚5万，所以他就算价格，你越早定的，你越早去买他的座位的就越便宜，后面他稍微贵一点，反正他已经30万已经到手了，后面他妈交钱多赚一点，都是这个策略。他自己这个票卖不出去，他就通过各种代理点、同行往出卖，给同行一个差价。那我们从他那儿拿，恐怕价格就是300，我们卖480，就是一张票赚180，就这个概念。你就去报纸上打广告，北京到上海480，等到人家有的人看到报纸广告以后，再打电话来给你订这个票的时候，那票480的已经没有了，恐怕只剩680的，确实是这样，480的卖完了。有人就说了，那你为什么不打680的价格呢？你要打680。因为那个时候打广告的特别多，你打680，人家就不问你了，人家问那个打480的，所以他这玩意他管不了，因为他是真真假假都有，比较难管，所以这个只能要求消费者你多个心眼，有的时候价格过低，那肯定有问题啊，皮裤套棉裤必有缘故，远远低于市场价的，你就要好好的去琢磨是不是骗局。当然不代表说这个价格正常，价格就是市场价的合理的，它就不是骗局，不一定，有的价格正常的它也是骗局，你也容易上当受骗。今天是315，涉及到消费者维权，无论你是买房还是租房，实际上你都要多个心眼，或者是装修，凡事要多问，多去琢磨，避免上当。我们不能指望着说监管整顿市场，把市场秩序整顿好，那不知道猴年马月，所以我们只能要求自己练就火眼金睛。央视315他今天还放了一个视频，应该是昨天，专门评价网上很多自媒体这种叫什么唱空楼市，大家看视频。全国房价跌得最惨的5个城市，全国房价跌得最惨的5个城市，济南跌成这个熊样了，竟然排不上号，我万万没想到啊！这些在网上发布相关视频的账号背后，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？通过大数据梳理，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3类。第一类，亲切邻居型账号，他们热衷于分享各种小道消息。楼市即将迎来巨变了，今天呢，我要跟你们透露一个惊天的秘密。第二类，貌似权威专家型，你是想当最后一波韭菜去给炒房客接盘吗？手里有这3类房子的，现在立刻赶紧抛售。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账号背后所在的主体公司，经过我们查询发现，其实经营范围内并无房地产咨询类目，属于无证驾驶。第三类，业内大咖型，这类账号多为房地产从业人员，他们喜欢去楼盘探访，讲户型、讲配套、讲价格。更重要的，还喜欢说可以找我们聊一聊。点头像私信，先加入我们的学习社群。我们的学习社群的门槛只有365块钱。知识付费我赞成，但买房这件事儿，我觉得不能从众。所以，如何避坑？情绪化标题、矛盾性内容、绝对化结论、付费诱导话术。看到自己关心的内容后，请信息交叉验证，对免费资料领取、点击了解更多等方式保持警惕。如果需要咨询，请确认该机构的资质，请保持理性，别让楼市预言家们给你。这个央视很有意思，对那些一味唱空的这种，你看统一文案就在那说暴跌，什么这个跌了80%了，这种是应该批评。有很多它是捏造的，甚至有的是谣言。我记得苏州是不是把有个制造谣言的还给抓了，刑拘。但是对那些人家分析的有理有据，判断你这个楼市走向的，不管他分析的是这个房子要涨，还是说分析这房子要跌，我觉得这个你也管不着。那凭什么不让人说？你要知道，10年前你要说房价涨，你要说房价涨把你抓起来，现在说房价跌要抓你，那你说这不乱套了吗？对吧？所以说只要他不是造谣，他是合理自己分析，或者你媒体报道是你正经媒体报道的，对吧？人家评论这个都没有问题。无论是说房价涨还是跌，你不能因为人家说房价跌，你就要处理人家。所以央视这个评论也是不知所然的，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。第二个我说的就是作为韭菜，作为消费者，买不买房是你个人的事情。我一直在节目里面强调，叫因人而异，叫你要看自己的抗风险能力。如果你把买房当消费，你有钱，那你随时可以买，没什么毛病。买早享受，你有钱，你不就是消费吗？你像胡一金老师那样的，拿70万在股市里面，他无所谓，赔了他就觉得面子不好看。他在通州对面河北的大厂买了一套房子，已经膝盖涨，那他也无所谓啊。那影响他跳广场舞吗？影响他搞人体摄影吗？都不影响。那房价虽然跌了，他固然有点不舒服，有点肉疼，但是不影响他生活，更谈不上暴雷。但是如果你今天有工作，明天还没工作，那收入不稳定，那对你来说这个打击就大了。所以你看，买不买房那纯个人的事情，就是你抗风险能力怎么样，你钱够不够？你钱够那才叫刚需，你钱不够那都不叫刚需。我们一直提倡就不要加杠杆买房，很危险。一旦你失业了，你的房子你
你的按揭贷款断了，你房子就被没收，就被拍卖，完了之后你还欠银行钱，完了之后你辛辛苦苦半辈子全打水漂，这样的案例是不是非常多啊？数不胜数。当然了，有的地方那房价确实虚高，如果你说我还能等，我虽然是有钱，我虽然也是刚需，但是我还能等2年，那你就等呗，这是你的自由，这是你的权利。这咱们也说清楚了，不要指望着买房子还发家致富，还要去炒房子，这本身也违背国家这个提倡啊。所以说还有炒房思想的，想去买房然后暴富的，对吧？你就歇歇，因为往往就是这样的人，他听不得你说房价跌，因为他在炒房，房价一跌他就赔钱。这样的人他不是真正的买房自住，不是以居住为目的，是炒。这些人未来暴雷是必然，因为这些人他一般还高杠杆去炒房，借什么金银贷各种贷去周转。我们再看一个视频，我们看一看这个老北京他们住房是什么样子的。如果你想象一下，离天安门只有500米的地方，你要有一套房是什么感觉？大家看视频，100多万。就可以让你在北京的市中心西城区拥有一个家，而且您的户口可以从郊区迁到这个房子里。这个位置是位于北京前门西河沿旁边，边上就是天安门广场，距离也就500米。好，现在咱们进咱们这个室内来看一下。首先进来是一个客厅，咱们先来参观客厅的位置。这块是厨房，可以在这儿炒菜。将来可以在这块洗漱，做一个淋浴间。这个位置，咱们完全可以利用这空间做一个马桶，在这儿上厕所，再也不用出门上厕所了。现在咱们来参观一下这个楼上的主卧室。爱不释手的，没有工作的小心的说。主卧室的空间还是够大的。可以放一个双人床垫，在这里居住2个人，基本上是没有问题。看这个采光，也是挺完美的，可以看外面的风景，在晚上睡觉的时候。您想不想拥有它呢？这个房子要100多万，我看了一下，恐怕也就6、7个平方，差不多是20多万1平米。有很多人难以想象，实际上很多北京人，尤其2环以内的，他的居住条件就这样，有的还不如这个。你想象一下，他这房子还上面搞了个隔断，还稍微好点，有的连隔断都没有。有的这么大的房子，一家2代人住，上下铺，就这么个小房子里面，老北京的居住条件，实际上这才是很多老北京的本色，他们实际情况，不是那些深宅大院呢，那是电视上演的。大家如果感兴趣，可以关注一些北京的那些 UP 主，老北京的那些有的做房地产，他们住的房子大部分都是像刚才这样，只有几平米。不过这样的房子要一个人在这儿租住也还可以，但是你说什么人租这儿要住这儿？为什么非要住这儿？就因为它离天安门近是吗？好，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